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23章，约伯因以利法讲：我到今仔日还大声埋怨，我害惨，上帝的手还阁甲我饲条条。我偌尔爱知，着安怎才会当找着上帝，通到伊的座位？我要对伊排列我的案件，为着我家己申诉。我爱知伊会安怎应我，爱明白伊要对我讲甚物。伊减会用大权能对付我，袂，伊会听我申诉。伫遐正直的人会当甲伊辩论，安尼我就永远免受审判者定罪。毋过，我当去找伊无伫遐，西嘛无看到伊。上北去伊伫做代志遐，无看到伊；落南嘛无看见伊的影。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，伊考验我了后，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。我一直缀伊的脚步，接受伊的路，毋捌偏离。我毋捌违背伊发出的命令。我珍惜伊的话，不时记伫心内。伊一个决定，啥人会当甲伊改变？伊照伊所爱去做，伊会照伊为着我安排的去做。伊也有真侪即款的计划。所以，我伫伊的面前皮皮喘，我想到就惊，因为上帝互我适当，全能者互我皮皮喘。虽然大黑暗遮盖我的面，我犹旧毋恬恬无讲话。